像是落叶捡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你若无法度救伊，你就莫来救我。婉婉，David， 伊到底是安怎甲你讲的啊？伊讲伊一定会想办法把阿乐救出来。哥，我看你免等了啦。David 这个人哦，上个臭蛋啊，伊讲的话哦，我敢若信三成。婉婉啊，毋是哥爱讲你啦，你有当时讲话吼，实在是过刻薄啊。不管安怎 ，David 讲起来，也阁是你合法的翁婿，你哪会当藏在一个背后讲伊歹话呢？本来就是啊，啊若无伊去遐久，哪会一点仔消息拢无？我看真正无希望啊！莫遐尼早就下结论啦，咱阁等看卖咧。喂，喂。神经病！是安怎啦，婉婉？大看姐，这人真可恶的，伊无讲话就挂电话啊！一定是 David 卡来的。无可能啦 ，David 迄支喙哦，亲像七鸟仔共款，真高威呢。你知影无？我第一部表演的时阵，伊敲长途电话给我，一讲就是1点钟、2点钟呢。迄是你家己愿意甲伊讲。我唔睬伊，唔开嘴，伊一个人嘛会当七出，一直讲袂煞。即马情形无共款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甲伊讲过，若是我都救阿乐，就莫来见你。婉婉，我来接。喂，我是 David， 麻烦你甲婉婉讲，我无法度甲阿乐救出来，我袂面通见伊。再见。
你是安怎？我感觉对面这个人，佮不伫遐过水。你是安怎啦？即摆阁有心情讲风凉话？婉婉啊，我佮问你一摆啊，你对 David 了解有偌济？讲我即摆咧问你，无了解。袂用者，你一定要想办法了解伊。我甲伊已经切啊，是安怎阁要浪费精神？婉婉啊，搁要安怎讲你才会捌咧？婚姻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哪会当当做是办公计划啊？你家己咧，你根本就无爱过大嫂一天，你就糊里糊涂甲伊结婚，阁讲我。婉婉，恁哥哥伊是有孝，听平暗的话。所以啊，我嘛是为着友孝阮妈，才甲 David 切的啊。也毋过恁妈妈也无叫你就要甲 David 离婚啦。啊，毋过伊侮辱阮妈啊！哼，想叫伊骂阮妈，已经是一个侮辱。哎呀，恁妈妈都无咧生气，你是咧气啥的啦？袂用咧，阮妈毋生气，我生气啊！我实在是真生气。婉婉，你若愈生气，就代表讲你愈爱迄个 David 啊。谁讲的？我讲的。大看姐，你也毋捌谈恋爱，你根本都毋知影啥物叫爱情。婉婉，你毋对啊！大看姐啊，演过几十出的爱情戏啊，拢爱甲安尼要死要活的，所以我了解，那爱愈深，责备就愈重啊。所以你若是无爱 David， 你就袂这样生气呀。我无爱伊，无爱，无爱，无爱，婉婉，无爱。你心内明明爱伊，何必嘴里讲无爱呢？哥，你介意爱伊，这并无唔对啊。你妈妈、大哥阿姐，也阁有我拢无人反对啊。无爱，无爱，无爱。爱情嘛，爱情，爱情就亲像，爱情就亲像一杯米酒同款，啉一杯，搁苦搁无味；啉两杯，比翼双双飞。若啉多，就会飘飘离醉。你弟弟拄拄是咧讲啥？我咧吟诗啊，为咱的爱情下定义啊。爱弟，你那形容阁无欢喜啊啦？你拄则打电话约我出来时阵，阮妈一直甲我交代，伊希望我将来嫁予大学毕业生。哼！冰冰，你哪唔讲话？若是我明年又阁考袂调，要安那？所以你爱用功啊，一定爱考到大学才会用诶。是安那？每一个人拢要逼我考到大学。要伫咧社会上徛起，就要读大学啊。你是要嫁予大学的毕业证书，还是要嫁予我？我两项拢要。袂用的，你伤贪心啊啦！阮阿妈有讲，你敢若会当拣一项。爱弟，爱弟，你若唔讲哦，我就歹插你后。爱你，爱你，爱你啦！讲出来啊！爱你，爱你，爱你啦！我爱你啊！我生气后，安怎爱哦？你还搁咧气冰冰是？伊互我伤失望啊！
无遐尼严重啦。大家唔读册，都知影佚佗，阁无严重。伊甲我讲，伊要买参考书，阁唔知影选去倒位啊？亲像彬彬这个年纪的囡仔吼，拢真有活力啦。你若是够乖咧厝了，伊会破病啦。阿公，你嘛知影，几个小弟小妹内底，上解互人烦恼的，就是彬彬。伊永远是互人欢喜的时阵笑，惹人生气的时阵嘴。其实彬彬的本性袂歹啦，就是个性有较野，你唔通赶紧啦，慢慢啊来。我就希望即马会当好好甲伊教识一下。听讲的话，你就要冷静，唔通生气，唔通激动。阿公哦，比如一个互你听，即马若是有一弯乱草草的铁线，你要甲揉学直，你一定爱先去揉迄个较弯的。等若差不多啊，你才甲迄较无遐弯的，一点啊一点啊甲揉学直。你若毋是用这种方法，家己着遐尔着急去甲学白扭，恐惊这条铁线是愈扭愈乱啦。咱两个人哦，拢是咧教册。阿公这个坐伙老师哦，要甲你这个少年老师问一下，管教学生上好的方法，是毋是用考卷的？那安尼，你是安怎对彬彬都无迄个耐心去甲考卷？哦，就因为伊是你的小弟，你对伊的要求特别多，就亲像人咧讲，爱了若深，灭了就重。你就袂记个方法啦，是毋？啊？安尼是毋对的。哦，对啊啦。依萍拄仔有打电话来过，你当咧生气，我无叫你听。即马无生气啊吼，打电话互伊啦，啊？林保官逐工伫遐等咱的回答，你到底拍算是要安怎？哎呀，依萍。你到底有咧听我讲话无？有啦。嘿，听讲保官啊真敖，真会晓做代志，而且保官啊真捌代志，脾气又阁好。保官啊有一个真好的工课，依萍啊，嘛人看真济啊。像保官这款的新妇，要去倒位找？依萍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戆戆是咧想啥啦？无啊，是谁卡来？妈，我来接啦。喂，依萍信，哎，我就是。你明仔载暗时间有闲，来阮兜一撮好无？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好啊，再见哦。是啥？是秀秀。喂，哦，夜暗，秀秀，彬彬敢有伫咧？彬彬，伊出去买参考书啊，还袂转来。那安尼转来你甲伊讲，阿嬷破病，想要看伊。我会叫伊马上转去看阿嬷的。安怎？有找到彬彬无？秀秀讲，彬彬去买参考书啊，我看吼，一定是骗我的。哎呀，我发现吼，你对彬彬的成见愈来愈深啊。彬彬以前真好啊，
自从伊无考到大学，恁就甲骂，一天到晚逼伊读册。逼伊读册嘛是为伊好啊。我知影，我无讲读册唔好，也毋过伊都无想要读大学，恁甲逼嘛无路用啊。我是希望伊将来有出头。偏偏若是会当考到大学，我比谁人拢搁较欢喜。至少伊会当互家姐做一下模范啊。若是讲到家姐，我就爱讲一句公道话啊！你应该好好管教家姐，恐惊以后变歹的是家姐，唔是彬彬哦。爱弟，茶互你啦。哎呦，小拍哪有啥好看的啦？你搁走！彬彬，哎呦，莫看啦！你看，迄个红牌的人，敢若是恁小弟呢？无可能啦，家姐边哪会走来这种所在啦？真是的，你看啦。爱弟，你留点遮，千万唔通过。家姐，叶董事长，你的宝贝后生，即马伫阮的手头啦。是家姐，也是彬彬。嘿，当然是你亲生的家姐啊。你有啥物条件？无做200万。家姐，你哪会杀人啊啦？彬彬，家姐，你紧走啦！赶紧走啊！紧走啊！刚讲你要伫遐遮等警察来抓你。也唔过我杀人啊！你是猪哦！紧走啦，莫搁伫遐拖山。等于甲妈讲，讲你无甲人相拍，嘛无杀人，有听无？紧走啦！家姐，你会无啊？喂，玉玲啊，家姐敢有伫？哦，伊拄则接到一通电话，伊讲要出去，真紧就会转来啊。啊，你敢有甲伊问是谁打来电话？无呢，哎呦，你真糊涂的呢！安怎是？你先莫问啦，赶紧去家姐房间，看伊转来未？卡水还未转来，你查看卖呢，看有啥物可疑的所在无？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哎呦，你真啰嗦呢！赶紧照我的话去做就对了啦。家姐，无可能出啥物代志啊！家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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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姐，你哪会咧洗锁门啦？无啊，你是当时转来，转来一阵啊，你无啥物代志吼？无啊，恁爸实在是够紧张啦。叶董事长，你的宝贝后生即马伫阮的手头，无做200万。喂，幼莲哦，家姐已经转来一阵啊，啊，你敢有看到家姐伊本人？有看到啊，我阁有甲伊讲着话呢。奇怪，范员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幼莲，你看家姐的身上敢有伤痕？这我拄则无注意呢，也毋过我有问伊啊，伊讲伊无代志啊。好，你甲家姐顾好，绝对唔通互伊出去。也阁有交代过门的王的，任何身份人拢袂当开门。范员，你是毋是会当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哈？伊暗电话转来再搁讲啦。有缘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家姐，你甲面挖过来，互我看卖。你面顶的伤是安怎来？我哪有伤？你阁讲无？无就是无啦，你拄则出去，是毋是敢有相拍？无。家姐，有啥物代志，妈拢会替你担。你老实甲我讲，是毋是冰冰打电话叫你出去，然后伊甲你拍？妈，你莫一空甲唔怪过好无？伊才袂甲我拍咧。你讲白菜，你从来袂在我的面头前叫冰冰哥哥，而且叫甲遐尔亲。是毋是冰冰威胁你、恐吓你？无啦，妈，哥才袂安尼做，哥才是对我真好。冰冰，你哪唔甲等我等掉咧？这是太人的不正，免哪会用个等掉？等掉就无证据啊！袂用的，伊一定会讲家姐就是凶手。假使讲这支刀啊伫我遮，家姐就袂有代志。安尼你就变成太人的凶手啊！我变成凶手，嘛
嘛无法度啊。无爱啦！我无爱你变成杀人的凶手。爱弟，阮小弟年纪还阁小，敢讲你忍心互伊去坐监，毁掉伊的前途心？你去坐监，赶快买毁掉前途啊！莫阁讲啊啦！冰冰，算我求你了。我即马心情足乱的，嘛唔知影应该安怎做才好。冰冰，刚才问恁大兄，伊是法官，一定有法度救你的。杀人是刑事案件，谁嘛无法度救。那要安怎啦？爱弟，你先等伊啦，我无想要拖累你。无爱，你即摆心情这么歹，我才无爱离开你。爱弟，你伫遮等我，我去打电话给阮阿妈。我嘛要跟你去。是啥？是我阿嬷。找阿嬷有代志啊！我想要甲阿嬷接电话。厝内底楼顶楼骹遮尔侪电话，是安怎一定爱来阿嬷的房间卡？人讲话无方便啦。交女朋友讲细声话，还阁惊人听啊！才毋是咧，我要打电话去娘阿公因兜找哥哥。你甲恁哥哥是死对头，找伊要创啥？我惊伊身躯无钱，要摕钱互伊啦。奇怪，阿嬷真少咧讲电话啊，即摆哪会伫咧通话中？敢会是警察打电话去问阿嬷，讲要找你啊？娘阿公，我是家姐，就问阮哥哥转来阿未？哦，伊若日时啊出去哦，一定爱暗时啊才会转来啦。哦，那呢？若是暗时伊转来，请伊敲一个电话互我。奇怪，娘阿公因兜的电话嘛伫咧通话中。一定是警察四个打电话伫找你啦。娘阿公，再见。家姐啊，你甲恁哥哥两个人好好啊。嗯。无怪这2天一直在落雨，落袂煞。也是敲袂通哦。安尼要安怎？冰冰，你唔敢回去，安尼去阮兜好无？安尼要哪会用的？你无回去，暗时是要安怎啦？我嘛唔知影。冠冠，我已经等规工啊，你即马总会甲我讲啊吼。你是有一个查甫打电话来，恐吓讲家姐伫因的手头，爱我摕200万甲赎回来。迄边哪有可能？家姐出去一个啊，马上就转来啊。可能是家姐伊较巧，因阁顾了无严，所以才互家姐偷走转来。可是若真是安尼，家姐应该甲我讲啊。家姐无理由唔承认啊，除非遐个人内面有家姐捌的人，家姐为了保密，甚至受到因的恐吓，所以才唔敢讲老实话。董事长，什么代志？误的。2个警察讲要带小少爷去派出所问话。哦。
什么理由？小少爷杀人啊？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苦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家姐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甲头压起来，目睭看我。你讲，你到底做什么代志？我啥物代志拢无做。你搁讲无？你警察先生，敢会用的，甲阮囝的股票，互我看一下。喂，叶公馆，我是吴的啦。吴阿姐，麻烦你叫家姐听电话好不好？伊即马无方便接电话啦。为什么？警察讲伊杀人啊，要甲伊掠走。哦，吴阿姐，我有话一定要问家姐。好，你稍等一下哦。陈署长，秀秀要请小少爷听电话啦。警察先生，敢袂用个阮后生听一下电话？大姐，家姐，是毋是冰冰欺负你？你唔甘愿，用刀杀伊？大姐，你莫乱讲话。阮哥哥若是转来，你甲伊讲，我去互警察抓去啊！妈，我不走啊！爸，我不走啊！小等，家姐，你用什么杀人的？我无。无凶器，要哪杀人？讲，你甲凶器藏伫倒位？我真是无。你到即摆还搁咧讲白贼？叶先生，阮已经甲问过啊，嘛有去伊房间找过，拢无找到凶器。无物证，要安怎证明阮后生是杀人凶手？有人向阮检举，敢会用的？甲检举的人的名甲我讲。阮有保密的义务。我要控告迄个检举的人绑票恐吓。家姐，只要你若无杀人，你就免惊。爸爸陪你去警察局。
敲着电话给秀秀，不管安怎，拢爱找到彬彬。彬彬，我陪你去警察局好不？你莫阁讲啊，你也是赶紧回去厝的啦。我回去，你要去倒啊？倒位嘛无要去。暗时这么寒，我看你嘛回去啦。我回去，迄敢毋是自投罗网？无得靠，警察阁伫咧阮兜等我咧。不过你安那避嘛避袂过啊。菜菜，你毋免烦恼我，你赶紧回去啊！我袂放心，你一个人哪要去倒位咧？我真正无所在通我去，我实在是对不起阮大姊，伊真无简单下定决心要结婚啊！一声，恐惊又搁要耽误我啦。啊对啦，你会当去找恁大兄，伊是法官，一定会替你想办法咧。哎呀，袂用的啦！阮大兄是啥物个性，我敢唔知影是毋？彬彬，你回去啦，走啦走啦，你紧回去啦！我不爱啊！你还搁咧管我？恁厝里哦，一定早就闹到变价啊啦！喂，周阿姨哦，彬彬若有去你遐，不管安怎，请伊打电话给我。哦，好啊，我小等要来挂听接婉婉，无得靠彬彬会伫遐。嗯，好好，再见哈，再见。哎娜，谁打电话要找彬彬啊？秀秀要找彬彬，讲家姐杀人，可能甲彬彬有关系。即马家姐人已经互警察抓走啊，业界一直找无彬彬。假使彬彬会当出面讲明代志的真相，无得靠会当救家姐。彬彬就那一只野马咧，要找伊哪有遐尔啊简单？除非家己出现，才有可能。喂，是啊，我是老帮文啦。啊，周小姐，哎呦，我有甲你讲过啊，我一定会甲你送去啊，叫你莫打电话来。弯到迄个吼，伊会误会啦。老先生，我是周爱娜。是婉婉的妈妈哦。哎呦，歹势啦，歹势啊！请问彬彬敢有去恁兜哈？哈？彬彬？无啊。有啥物代志啊？伊出代志啊！哈？啥物啊？出啥物代志啊？你出马开啊？是毋是迄个周三八搁打电话来啊哈？哎呦，我当然紧张啦！你是要互我惊死哦？你心内有鬼，当然会紧张啊！哎呦，你是咧想啥物啦？是婉婉的妈妈，伊打电话来甲我讲啥物彬彬甲啥物杀人啊有关系啦。嘛假啊！彬彬杀人啊！哎呦，我嘛无听清楚啊！伊讲啥物彬彬，又搁讲啥物甲杀人有关系，我还未听清楚，你就甲电话切断啊！哎呦，又唔讲清楚呢！你根本吼都无互我有讲话的机会啦！错啦，这件代志吼，小等下佩佩若转来，莫甲讲哦。也若无吼，伊若听到彬彬杀人的消息，伊阁马上会走去台北啊啦！
判官，判官啊！玉玲，玉玲，奇怪，人呢？家姐，判官，玉玲，家姐，家姐，玉玲，判官。奇怪，那厝内底一个人拢无。老夫人啊，你毋是已经困啊？我人呢，拢走去倒位啊？你先坐一下啦。你紧讲，因是拢走去倒的啊？讲啊，厝内底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董事长甲太太出去啊啦。去倒位？去派出所啊。啊？去创啥？是毋是彬彬出代志啊？毋是彬彬啊，是家姐杀人啊。家姐杀人？伊遐细汉哪会杀人？我紧，载车载我去派出所。老夫人啊，董事长有交代，千万袂当互你知影。哎呦，天公伯啊！我这是啥物命？彬彬离开我，家姐又搁出代志。天啊！我拜托你留一个孙仔给我啦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哦。周阿姨啊，周阿姨你好。啊，圆圆。妈，你哪会来？彬彬伊敢有来找你啊？无啊。奇怪，伊是走去倒位啊？秀秀啊，敢要敲一通电话，甲东东问看卖啊？彬彬伊上惊东东，伊无可能去找东东。好。好，我知影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好，袂啦。东东啊，遮尔晚，你搁要出去啊？嘿，家姐出一寡代志，我来派出所甲看一下。少年人体力伤过好，一定伫外口搁甲人还价啊啦！哦，骗推书啊，请坐。莫客气啊，你问你的，我只是以亲情身份来遮听一下，袂甲你搅了着啦。是，叶先生，请你继续讲你接电话时阵的情形。我当时接到电话，叶董事长，你的宝贝后生即马伫阮的手头啦。你有啥物条件？无多200万。就这点看来，我的后生家姐并不是无缘无故杀人。叶家姐，你讲一下你当时的情形。讲话啊！家姐，你若无杀人，你就讲你无杀人啊！叶太太，你无应该安尼问伊，你应该甲问讲是安怎杀的。我先表明我的立场，我毋是来办案的，我只是以法律的观点，找出问题重点伫什么所在，所以我想要问伊几句话。会用的，无问题。家姐，是毋是有人要恐吓你爸爸，所以才会找到你？你是毋是无愿意去用掠去，所以才会反抗？也毋过你无法度杀人，对毋对？潘律师，歹势吼，我还要问煞咧。家姐，以你的年岁、你的身材、甲你的气力，绝对无法度杀死一个比你更较勇敢的查甫人。所以除了你
这一定还阁有人甲你协助，对毋对？嗯，好啊，即摆请你继续问落去。到底是谁协助你的？你讲。阮哥哥彬彬，什么？彬彬？我就知影，代志是伊掠出来。刘明，妈，哥是为着要救我，哥无杀人。凶刀是谁的？是迄个去用台是叫蔡宝的人的，迄支凶刀咧？我唔知影。哥叫我走，我就走啊。你的意思是凶刀搁留伫现场？现场敢无找到凶刀？无，可能叫叶家斌炸走，啊若无就是弹掉。叶家济是被告的现行犯，爱先拘留。等找到叶家斌了后，才会当了解当时的状况。婉婉，我是 David， 我就想你的。婉婉，你阁有面来见我？婉婉，真实的，我无法度救阿乐。无法度救伊，你来见我要创啥？你给我走！我要去救阿乐，我要叫伊出庭作证。你这个铁丝，你甲阿龙放走，我叫你害死啊！你想，我不是恁老爸，我无你这囝。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你就感觉同款，一感觉为着这个烦恼，为着迄个烦恼，你什么人拢对得起，就是对袂起江大哥啦。彬彬，我想要甲一件最重要的代志甲你讲，这份秘密在我心肝内已经保存了8年。我的小弟小妹除了东东，无任何人知影。